位家長，你哋好。我相信大家喺成長嘅過程都會經常會經歷過啦，就係一個對國家嘅認同、自己身份嘅認同。因為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今日我都同大家都分享一下我自己嘅一個睇法啦。咁香港其實一直都係一個福地，係一個好好嘅地方。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全球最發達嘅一啲城市咧，佢哋都有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嗰個城市唔單止有佢自己城市嘅人，仲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例如你去到紐約啦，都係好似一個聯合國咁樣；去到倫敦啦，有好多嚟中東啊、俄羅斯啊、中國啊各地嘅人。咁其實點解呢啲世界最發達、最好嘅一啲城市都係咁樣匯聚咗好多人呢？因為其實人都係需要有好多一啲新嘅諗法。咁香港呢個地方呢，就交通好方便啦，稅率又低啦，呢個地方亦都好宜居啦。咁所以其實係匯聚咗全世界好多各地嘅人才。咁但係我哋喺過去呢幾十年，其實香港同埋祖國嘅一個關係，大家可能都會經常有一個思考，因為我哋係中國嘅一部分，但係我哋同內地有好多嘅城市，其實個文化差異咧都係非常之大嘅。我哋既係一個好全球化嘅一個城市，但係同時亦都係中國一個不可分割、非常重要嘅一個部分。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帶俾我哋嘅，除咗係一個經常會有身份上面認同嘅一啲需要思考之外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地方。例如通過呢個一國兩制，我哋近年其實可以見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哋嘅地位、我哋嘅法律嘅制度、我哋嘅喺全球金融行業裏面嘅角色，其實呢10幾20年一路喺度鞏固緊。例如加密貨幣啦，而家香港政府亦都對於一啲穩定幣亦都出咗一啲嘅政策。雖然喺國內佢嘅法律法規唔同，但係因為香港有呢個一國兩制嘅優勢，亦都係中國人嘅自己嘅地方啦。其實亦都帶嚟咗好多一啲政策上面嗰啲空間，可以俾香港去嘗試。咁加密貨幣其實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啫，仲有好多例如生物製藥、好多其他嘅半導體啊等等一啲科技嘅行業。因為通過呢個一國兩制，咁香港喺呢個法律法制同埋對稅制啊各方面，對於一啲全球化嘅一啲人才其實好有吸引力嘅，因為我哋嘅稅率都非常之低，教育啊、醫療啊呢啲都係世界一流嘅。咁我自己因為去過好多唔同嘅國家。咁我一個好深刻嘅感受就係每一個國家嘅人呢，對於自己國家嘅認同感都係非常之強嘅。因為一個人你自己出生喺一個地方，你自己嘅國籍其實係你自己一個好重要嘅身份嘅一個認可。所以我覺得我哋新一代小朋友可以點樣通過啲乜嘢方式去了解翻自己國家同埋國家嘅發展呢？其實可以多啲去參加一啲國內嘅交流嘅一啲活動啦，睇下我哋全國唔同嘅城市，例如簡單嘅就去深圳啦，深圳係以科技啊，例如有好多騰訊啊一啲科技嘅公司都喺深圳呢邊。如果去杭州又可以見到例如有阿里巴巴啦，亦都有好多蘇州嗰邊有好多生物科技嘅公司啦。去到北京亦都係一啲醫療嘅一啲企業啦。其實我哋國家因為幅員非常之大，去到唔同嘅地方，你都可以睇到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發展機會。其實去多唔同嘅地方呢，就反而可以翻轉頭再諗翻，其實香港有啲乜嘢獨特嘅地方，通過了解可以增加翻我哋對成個國家嘅文化理解同埋認同。多謝晒各位。